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奶茶西多士，我係林木。大埔宏福苑大火災發生咗第二日，有政府官員歸咎竹棚係其中一個導致大火嘅原因。阿實係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，搭棚基本上已經係香港本土文化嘅一部分。喺香港8、90年代經濟蓬勃嘅時候，所有新建築嘅大廈都係以搭棚嘅方式做後期嘅工程，例如鋪瓦仔、油漆。而一般小型嘅外牆維修工程，亦都好需要用到搭棚先可以完成。呢一種持之以恆、有效率嘅方法，好可惜，可能又會消失喺香港，消失喺世界。根據歷史記載，搭棚係一種叫做竹子搭建嘅建築技術。搭棚師傅會喺現場根據情況同埋進度，用唔同長度嘅竹枝同尼龍繩，或者根據外牆嘅高度同埋闊度，搭出一個合適嘅工作平台，方便擒上擒落做嘢之餘，亦都可以阻擋灰塵，保護公眾，唔怕俾啲建築物料或者其他物件飛落街揼親人。竹棚喺中國有悠久嘅歷史，搭棚建築技術源自於廣東，但到咗香港先發揚光大，揚威海外。原因係喺60至80年代有大量嘅房屋需要興建，而大廈嘅層數亦越起越高，造就咗搭棚技術嘅發展，慢慢仲變成有代表性嘅香港文化風景。用竹枝搭棚有好多好處，就係成本低、快捷同埋方便。首先，竹呢種植物本身比金屬平好多，竹亦都係世界上生長速度最快嘅植物之一，而且好堅固耐用，仲可以循環再用，比起鋁金屬或者鋼管，成本低10倍以上。所以建築商通常都會用竹搭棚，久而久之，竹棚就成為咗香港嘅文化。第二個原因就係用竹搭棚係非常之快捷方便嘅，竹枝本身係有彈性，亦都堅韌無比，但同時咧又有好高嘅可塑性。搭棚師傅可以按唔同嘅長度或者組裝唔同嘅形狀，因地制宜，就可以做出一個合適嘅平台，完成工程，唔需要好似金屬棚架咁做咁多事前嘅功夫。最後一個原因就喺使用方面，喺竹棚上面攀爬比金屬架方便，竹枝本身比鋼條較為粗身，建築工人可以用腳踩嘅位置多咗，加上表面呢就有紋，落雨嗰陣時就冇咁跣，所以咧對於建築工人嚟講呢，竹棚會更加實用，亦都更加安全。而用力學嘅角度去睇，竹枝嘅彈性，如果喺冧棚嘅時候所造成嘅危險性亦相對較低。其實今時今日，無論大大小小嘅工程，搭棚依然係被廣泛使用。如果你有一個單位喺20樓要做外牆嘅維修，如果用搭棚嘅方法，你只需要喺20樓搭個棚就可以完成嘅工程。但係如果你用金屬架嘅話呢，情況就完全唔同。首先你要肯定你有位置放個金屬架，或者係咪要由地下嗰層慢慢搭上去？如果真係咁樣做，成本又點計呢？其實點解搭棚只係喺香港先能夠發揚光大？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喺技術嘅流傳方面，幾十年前喺大陸落嚟嘅搭棚師傅開始利用佢哋所識嘅技術，幫地產商起樓，令到呢個行業開始蓬勃，慢慢就變成一個專業嘅行業，人工亦相當唔錯。就係咁，上世紀就吸引咗好多人入行做搭棚，一代一代咁流傳落去。雖然而家入行嘅人少咗，但林木亦都識得幾個後生仔，佢哋係跟師傅學搭棚，而家自己都變咗師傅。而每一個小工程呢，其實佢哋有成1000幾2000蚊嘅收入，喺今時今日嘅香港嚟講，其實都算唔錯。另外一個原因就係香港大廈起得又高又密，如果大廈同大廈之間嘅距離又窄，加上樓齡高，越嚟越多需要做外牆維修，咁嘅情況之下，搭棚先可以幫到你。可以講，搭棚呢個技術就係為咗香港而生。如果搭棚呢個技術被禁止，除咗香港少咗一個獨有嘅文化之外，亦都會影響好多人嘅生計。其實大家都好清楚，今次火災嘅原因唔係因為竹棚，而係因為其他外牆物料嘅問題。只不過今次竹棚做咗代罪羔羊。如果香港真係禁止用搭棚起樓或者維修，我好相信社會會出現更多嘅問題。例如喺大廈維修方面，
如果每次都要用天價去做，用投資嘅角度去睇，二手樓嘅價值將會大打折扣，因為維修費太高，會影響回報。加上香港樓價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，每年都會升，咁二手樓嘅市場就會雪上加霜。林木曾經都係某個屋苑嘅業主，亦都面對過黑箱作業嘅業主立案法團同埋管理公司。至於投標同埋工程質素嘅問題，想當年一日未完工，一日都擔驚受怕。今次宏福苑嘅火災更加反映風險完全大過價值。如果今次政府處理嘅手法同市民有落差，咁住喺一啲維修緊嘅大廈裏面，就等於放個炸彈喺自己身邊，最後可能係悲劇收場。今日係一個傷感嘅日子，希望宏福苑嘅居民平平安安，捱過呢段艱難嘅日子。今集講咗咁多先，如果喜歡呢段片嘅朋友，希望你可以 share、subscribe 同埋 like，下次再見。